後發唔使驚，遲來先上岸。Hello，咁多位，歡迎嚟到 Winchy 嘅分析頻道。喺呢度，我會用我自己多年累積嘅交易經驗，同你分享明確嘅港股以及美股嘅市場分析。咁愚人節一朝早，港股市場就大幅反彈，似乎機會無限。但係如果你冇明確嘅交易策略，盲目嘅去追漲呢，咁就真係容易做愚人噶啦。替莊家大戶接盤挨套。不過如果你有關注 Winchy 嘅話呢，咁睇完今日嘅視頻，我相信你就會好清楚應該如何操作先至對自己最為有利。咁心中有數，你先真正嘅可以做到進退有道，收放自如。咁我哋開始今日嘅分析啦。先嚟睇下指數，恒指方面，今日港股三大指數集體反彈嘅，咁科指領漲 1.8%， 咁截至午盤咧，恒生指數咧升 1.06%， 恒生科技指數升 1.8%， 咁國企指數係升 1.11% 嘅，咁朝早嘅時候似乎下跌嘅走勢已經扭轉，咁事實真係如此咩？喺我睇嚟啊，其實今日嘅上升啊，反而係一個非常危險嘅一個信號啊，係一個危險信號。空頭佢嘅拳頭收翻轉，可能係為咗打出重重嘅一拳啊。咁點解我會做出咁樣嘅判斷呢？咁我哋入到4小時級別嚟分析一個恒指啊，佢跌穿平台嘅兩個關鍵 K， 一個係20號嘅，以及我哋一個28號嘅，我哋最高點係幾多啊？一個最高點係24753.15，以及最高點係23775.3。咁我哋用直線直接連接佢啦。我哋開個磁鐵，我哋會發現咩啊？係咪今日嘅反彈？9點20分嘅呢條4小時級係啱啱上去掂到呢條價格趨勢就開始回落啦，係咪？咁佢今日嘅反彈係目的係咩呢？係為咗回探上方嘅價格方向，嚟測試市場嘅購買力以及沽壓。咁後續嘅走勢係點呢？就係我哋繼續嘅一個預判係繼續向下車嘅。不過根據我哋之前嘅視頻嘅分析呢，22897.7呢個關鍵位本來預判係有支持位嘅。如果佢係下方嘅支持位，本來佢落去盤整消化咗沽壓，再開始反彈，呢一個係一個積極嘅一個反彈但係今日唔同，佢今日反彈得好急，佢係似乎點啊？空頭未完全釋放，甚至乎有加速嘅一個跡象嘅。我哋再睇日線圖啦，日線圖佢係回測咗一個短期嘅一個均線嘅，咁會點啊？咁我哋可以點操作？咁因此我哋操作上面需要更加嘅謹慎，做好迎跌下跌衝擊嘅一個準備啦。咁我就預判呢22897唔係佢今一輪下跌嘅一個終點我哋要做好準備啦。佢之後甚至乎會直接車到1163嘅，咁仲有幾多嘅空間以當前目前仲有超10%大概2300點左右咁你覺得我Winchy 可能有啲危言聳聽啦？咁我哋用事實講話我哋之後續嚟關注市場嘅一個走勢。咁標普方面呢，標普方面佢係尋日嘅視頻度都講到關鍵位係5523嘅，我都喺視頻入面同大家講過，無需過於急住去沽我哋等市場去選擇方向，甚至乎我喺尋日嘅視頻我都強調過，你喺呢個位置去追沽，大機率係輸錢嘅。大機率係輸錢嘅，咁事實是否如此呢？我哋可以見到5523對價格形成咗有效嘅支持，並冇跌穿咯。實體 K 線係直接上去噶，咁佢係咪已經選出咗一個方向啊？咁係咪就係個綠色箭頭方向？咁最終會到邊呢？5523防守成功，選擇出方向，咁呢個位置大量嘅沽壓已經被釋放咗啦，後續大機率會繼續向上反彈嘅。
反彈到幾多呢？5681.5就係我哋之前嘅一個技術壓力位。咁我哋都講過啦，空間會收窄，預期降低，我哋等待1到2條日 K 收勢注碼，係咪我哋已經等到啦？咁點操作呢？反彈入場短 call 係咪？我哋嘅邊一檔正股啊？我哋嘅拼多多係咪一直強調嘅拼多多係咪就已經係幾多啊？117.9蚊兼埋標普反彈，係咪已經完全擊中咗我哋一個買點？咁117.9蚊關鍵位兼埋標普反彈，擊中我哋買點之後呢，後續嘅點操作呢？繼續揸我哋底倉打入去之後，我哋繼續持有，等待標普喺5681.5之後會點反應呢？我哋再行決定唔使急噶，入咗貨唔使急啦。佢如果向下回轉嘅時候，我哋可以考慮出或者獲利止盈或者減倉。但係如果咧佢直接向上突破咧，咁我哋要點啊？我哋咪溝咯，咪溝貨咯，好簡單嘅操作就係咁。所以我操作嘅思路一直都係咁打底倉時一定要慎之又慎，必須要非常嘅慎重，因為你係真金白銀，你用你嘅真錢買入去，你打錯嘅話，你係會輸錢嘅。你唔擊中你買唔中，你係唔會輸錢嘅。各位注意你交易點先可以贏到，就係你一定要嚴格咁規劃你嘅買入。當你去捕捉一個機會嘅時候，一定要多方審視直至你嘅勝率達到最大化嘅時候，你先至出手。咁出手完之後，後續只要你喺一個好靚嘅位置買入，無論你係加定係走，你都進可攻退可守嘅。咁係一個交易思路，我希望可以給到大家一啲啟發後續咧關注5681.5啦就好啦。咁防守點如何防守佢跌穿5523，我哋咪就離場咯，我哋咪清咯。因為5523佢呢個關鍵位佢跌穿咗，就說明咩市場嘅購買資金以及佢哋嘅後續走勢會繼續向下購買力量不足佢先至會跌穿5523，係咪？是否如此？咁我哋後續再提我哋行情，我哋實力嚟講話，好冇？咁 OK， 咁整體嘅一個策略呢，我哋咪就開始做調整啦。因為我認為22897對於價格目前嚟講已經唔會再形成一個有效嘅支持啦。咁我會將成個交易計劃進行一個大規模嘅調整。我哋預判下跌會延續，咁暫時 cancel 取消咗所有嘅買入計劃。所有嘅注意係所有嘅，無論之前嘅998佢已經到咗89蚊附近，還是868我哋佢跌破咗區間線，我哋已經取消咗。但係如果後續嘅仲收復翻呢，你仲買嗎？都唔買翻啦。我哋取消所有嘅港股嘅一個買入計劃，我哋耐心嘅等待低撈機會，因為我預判市場有機率會加速甚至乎機率已經比較高啦，會加速跌穿嘅，跌穿297。你喺呢個位置去做 call 嘅話呢，風險唔係好抵數咯，風險會較高，而且會有機率被套。我哋等佢扭轉完之後或者等佢跌到相對嘅一個低位，我哋再出手，我哋嘅贏面先會高。你唔好睇出邊嘅嗰啲咩生物股或者升得特別多嘅醫藥股高新醫療升幾多，你要唔要考慮下你要用幾多嘅風險去搏呢個收益呢？你自己冇貨嘅話呢，你而家空倉嘅話呢，你真正嘅要喺交易度去贏，唔係憑運氣，一定唔係憑運氣，而係用交易紀律、交易方針以及一個固定嘅交易系統去贏到。我呢度嘅交易系統，我覺得係適應於大多數交易者我哋嘅小短炒，我哋嘅散戶，我哋個人炒家，我覺得我嘅方式係適合於個人嘅，並且我個人都係用呢個方式喺呢個市場上面，我係攞到過結果嘅，攞到過錢嘅。咁我而家分享俾大家我嘅思路就係點，我哋一定要慎而又慎嘅選擇我哋底倉擊入嘅機會，並而且確
打嘅機會係點啊？我哋嘅止蝕一定要控制佢，我哋一定要低止蝕啊，高收益，盈虧比率啊，就風險回報比率一定要1比1點幾，甚至1.2、1.3以上。咁你輸一次啊冇所謂啊，你輸1次、2次、3次都冇所謂，你一次贏你就可以攞翻晒你所有嘅損失啊，並而且你有多嘅機會去捕捉市場上面所有可能存在嘅機會，唔使急於出手。所以我一直喺我嘅視頻度、我嘅欄目度傳輸俾大家嘅一個思路就係點啊？後發唔使驚，遲來先上岸，後發制勝先係我哋個人炒家應該做嘅事情。保持戰略定力，保持耐心。OK， 咁呢個係一個港股市場嘅一個策略。就係我哋取消所有嘅買入計劃，我哋耐心嘅等待低撈嘅一個機會，直到信號扭轉。當然你話你可能會出錯過啊，我會唔會睇錯？我係會睇錯嘅，但係你要知睇錯係唔會輸錢嘅，但係你買錯係會輸錢，你要付出買錯嘅一個代價啊。咁我希望大家去理解呢一點。咁美股呢？美股方面啦就好簡單啦，我哋已經call 到啦。咁上方嘅策略我哋係唔變嘅，我哋係收勢注碼啦，呢個唔使改變啊，等待1、2條日 K 收勢注碼，咁呢個暫時唔需要改變，呢個係個我哋一個建議啦。咁我哋係已經擊中咗買點啦，擊中咗咩正股嘅買點啊？拼多多嘅買點啊嘛，咁我哋同樣就要點去關注啦，關注5681.5附近標普嘅一個走勢啊，5681.5標普喺呢個壓力位嘅一個走勢，如果佢向下跌佢受到壓力向下，咁我哋嘅正股可以離場。如果佢突破都係咁，我哋就溝貨加倉就唔需要恐懼無需恐懼，我哋客觀咁操作跟隨市場就可以啦。咁擊中買點嘅底倉就依託咧標普5523呢個支持位防守就可以啦。咁推介關注嘅咧關注嘅咁，我哋已經取消咗我哋嘅買入計劃，但係同樣關注嘅正股我哋唔變啦，仲係一個9888港股，你可以關注佢跌完之後，因為我對於百度嘅一個分析佢以及對佢未來嘅預期，我都已經喺之前嘅視頻度講過啦。我認為後期9888百度集團應該都會係我主講嘅一個大票，有機會嘅話我都會分享俾到大家，我會持續關注嘅，以及我哋嘅一個868信義玻璃啦，佢目前已經跌穿佢嘅技術趨勢嘅，但係冇所謂，因為我哋目前嚟講係冇任何嘅一個擊中，以及我哋一個買入信號，咁我哋可以關注佢後期到21163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個反轉。不過目前嚟講，我哋可以將868暫時移出一個關注欄嘅，唔需要關注佢。咁美股方咧，美股都係一個拼多多啦，拼多多已經擊中咗117.9蚊嘅，以及標普反彈嘅一個買入嘅一個條件，兩個條件同時滿足，咁我哋已經擊入啦。咁目前嘅成本都冇太大嘅一個距離啦，收市嘅時候118.3蚊，咁我哋可以關注佢後期嘅一個走勢，究竟係加倉定係我哋離場，我都會持續嘅同大家分享我嘅一個操作嘅思路。咁嚟進行一個總結啦，恒指咧仲係睇跌嘅，並而且預判會加強加速呢度同大家提示一個風險嘅風險預警。咁我哋大家要多留意自己嘅目前一個倉位佈局啦。如果冇底倉嘅話，都唔好急於出手，唔好急於買貨呢係我個人出於一個操盤手交易員嘅一個建議啦。咁我哋嘅關鍵阻力位咧都係唔變嘅24847，咁關鍵嘅支持位227我預判227會大機率會被快速跌穿。咁我哋最終嘅目標位係幾多21163.54 21163呢個係恒指方面嘅。咁標普咧，標普方面關鍵阻力位5681.5。關鍵支持位5523大家記住。咁今日嘅內容呢，就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大家嘅支持，記住撳個追蹤掣啦。你嘅支持係我持續出片嘅動力。另外，我每日都會開啟直播做一個行情嘅一個復盤隨時歡迎大家入嚟同我即時嘅一個吹水交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